買開眼鏡嘅用家一定有聽過依視路 Essilor 呢個品牌。呢個法國品牌已經有170幾年歷史。我自己有戴開依視路㗎，信心保證。今日好高興啦，我係請到呢個集團嘅代表同我哋傾下偈。Hello Henry。Hello Vincent。你好啊。呢個集團咧 EssilorLuxottica 已經有超過100年嘅歷史㗎啦。咁你喺眼鏡行業裏邊嘅定位係點樣嘅咧？目標係乜嘢咧？EssilorLuxottica 集團致力推廣視覺健康。集團嘅使命係解決人類日益增長嘅視覺需求，從而達到我哋嘅使命，幫更多人看得更遠，成就更多。See more, be more。我哋堅信優質嘅視覺健康係每個人應得嘅基本權利，因此我哋嘅目標係提供全面嘅視光解決方案，滿足唔同嘅消費者需求。EssilorLuxottica 集團嘅產品好多元化，我知道除咗鏡片出名之外咧，你哋嘅眼鏡鏡架，例如 Oakley 啊、Ray-Ban 咧，都廣為人知啊。你想帶俾消費者啲咩價值咧？一副眼鏡簡單啲咁講，就可以分為眼鏡片同眼鏡框兩個部分。咁其實我相信集團一路都好希望就係致力提供一個完整嘅眼鏡體驗。就以 Vincent 你戴緊嘅依視路萬里路漸進鏡咁樣啦，你會發覺你可以用一副嘅鏡片就應用喺多個遠、中、近唔同距離嘅場景入邊，可以令到你好輕鬆咁樣得到清晰嘅視野。呢個我真係好贊同啊！因為好似我做主持咁啦，一方面我要睇嗰張 Q 卡度啲字好細粒噶嘛，一方面要同遠方嗰啲觀眾咧互動傾偈喎，咁啊遠近中咁成日要轉嘅，所以咧我覺得一副眼鏡戴上去靚仔梗係緊要啦，但係戴上去有一個舒適嘅視覺咧，我覺得係更重要。不如同我哋介紹下依視路品牌嘅鏡片有咩特色，有咩與別不同啊？集團除咗一直投放咗好多資源喺鏡片鏡框嘅研發之外，亦都致力推動驗光技術嘅發展。其實每個人嘅視力需求都唔同嘅，所以依家嘅驗配過程同以往亦都有出現咗好大嘅分別。就以香港比較常見嘅 iRuler 2驗光儀為例，只需要影幾張相就可以採集多項佩戴者獨有嘅視覺數據，例如佢哋閱讀習慣啦，佢哋睇書嘅時候係傾向移動頭部定係喐動佢嘅眼珠去幫助自己閱讀啦。有咗呢啲咁嘅數據，視光師就可以去幫每一位佩戴者製作屬於佢自己嘅個人化鏡片。所以我堅持要喺香港配眼鏡咯，即係唔係話就咁買副眼鏡咁簡單噶嘛，要親身去到專業嘅眼鏡店嗰度驗眼，然後測量個人化數據，透過分析去了解自己嘅視覺需要。無論係鏡片、儀器、驗配嘅視光師都係專業水準。透過喺依視路守護同行呢個特輯中一連串嘅訪問，我哋了解到眼鏡唔單止係視力矯正嘅工具，更加係陪伴我哋生活嘅重要夥伴。而每一副眼鏡背後，代表住視光師專業嘅知識同埋投入、心思細密嘅檢查，甚至係對眼睛健康嘅守護。由視光學學生到成為執業視光師，每一步都需要嚴謹嘅學習同埋訓練。為咗確保每一位視光師都能夠照顧好市民嘅雙眼，呢份專業正正就係保障我哋眼睛健康嘅基石。喺探索過程中，我哋亦都了解到視力問題咧，並非只係配副眼鏡咁簡單，有時候背後更加隱藏住更深層嘅健康問題。而全面嘅眼睛健康檢查，正正係保障視力嘅第一步。透過咁多位業內人士嘅分享，我哋對幫我哋配眼鏡嘅視光師、配眼鏡嘅過程，以及我哋自己眼鏡上面嘅鏡片都了解多咗。未來我希望大家可以同我一樣，更加去重視自己嘅視力，為自己嘅眼健康作出精明嘅選擇。等香港嘅專業視光師、眼鏡業界同埋依視路一齊成為你嘅視光守護者，守護你嘅視力。